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平真。這兩天立法院有一個大修法，對着寬頻大修法，尤其針對光電開發大修理。寬頻發展觀光甲地質，受甲業者化工要退出無愛伊。監察院講的7大亂象，敢有第一？今仔日5位專家甲業者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展協會營運理事長蔡嘉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松林城市協會理事長曾杰新。大家好，我是曾杰林。那麼第三位是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秘書長陳玉萍。大家好，我是陳玉萍。那麼第四位是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五位呢是監督施政聯盟召集人，嘛是前立法委員陳椒華。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麼如果呢？觀眾朋友也唔知啊，在立法院發生什麼代誌？那麼尤其呢，真濟人不滿着光電開發無經過寬頻的審查。立法院民眾黨甲國民黨做伙推動了寬頻法、發展觀光條例甲地質法修正草案，14號三讀通過了。山坡地甲水面型的光電開發，徵地容量在11000瓦以上5公頃以上的需要寬頻。另外，原本草案規定一般開發20000瓦以上10公頃以上愛寬頻，最後愛提懸到40000瓦40公頃以上。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文修正通過。立法院民眾黨甲國民黨聯手推送光電3法修正，其中佇咧寬頻法第5條要求徵地容量11000瓦、面積5公頃以上愛寬頻，一般開發提懸到40000瓦以上40公頃以上愛寬頻。修正案佇咧14號三讀通過。到底是幫助綠能還是阻卻綠能？到底是幫助台灣完成能源韌性，還是阻卻台灣完成能源韌性？絕對不是民進黨所說阻礙綠能的發展。為了綠能的發展可以永續，更應該要支持必須經過環評，不能夠犧牲我們農漁民的權益，還有對於環境的珍貴山林的這個保護。力量開發佇這幾年爭議真多，甲規片的山坡地鐵光頭失去水土保持的功能，風台17級的大風，甲水面型的裝置攏吹甲害了，甚至最近的烏山頭水庫清水爭議，支持修法的環團認為一直等不到環境部修法，因過環境被破壞，讓漁民的環境受損，這邊總算修法成功。台灣現在已經出了問題了，其實光電的發展已經讓他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這個威脅，環評還是比較能夠去適度的去限制這些開發了。不過，另外一派環保團體認為，重點應該放在咧主法，那直接放在咧母法裡面，會讓國內光電無法度發展，認為這是正錯誤的修法。定得那麼的巨細靡遺。這個基本上就已經破壞了整個法律體系的架構，大大小小的光電幾乎都要做環評，會產生的巨大的阻礙，就等於是扼殺了這個產業的發展。那被立委認為光電開發愛寬頻是為了要讓綠能永續，不過經濟部表達遺憾，講修法無考慮到實際情形，會造成合法光電廠商受打擊，偏管或者是農漁村自行的光電設施受影響，出口廠商被提到綠電困難。一個國家政令時停，被拖累等死死的局面。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新聞台裡面哦所講的物件，如果你平常是無咧接觸，你大概有一個概念，就是這擺修法咧，修到真油嘛，唔是講真油，就修甲對着魔法的時去修，所以地書大大小小案，攏愛來寬評。理事長，敢是安尼？
即馬伊規個即個修法哦，阮一個7大的工業化會哦，當然首先阮有去溝通啦吼，啊溝通結果又小可提高到40公頃，哦40米以上。但是這個問題可能出在大家唔知講有一個條例叫觀光發展條例吼，因為我甲修掉，我直接甲大家講吼，這觀光發展條例簡單來講就是講全台灣省吼，咱看我dit，嘿，看我dit，嘿，全台灣省的國家級的迄個風景區吼，攏甲管制，吼，攏甲管制。啊，這應用佇對呢，尤其大家看一下西南部這邊，嘉義南這邊吼，嘉義南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那個。來，不要緊，你可能都定。哦，嘉義南這邊有所謂的漁電共生專區，這修了了，這漁電共生這樣要做，這1.5G攏錯起來，等於無法度做啊。哦，所以這漁電共生古早就是農委會加農業部，加是兩個。理事長，你講你有先去溝通過？有溝通啦吼。啊，這塊南北的立法委員安怎表示？阮即馬觀光條例這個部分呢，阮是唔知講有這條啦。啊，因嘛無公告啦，啊，所以無公告了，變講通過，較早講這代志責任。哦，突然間提出來。雲嘉南這邊的這個漁電共生吼，這唔是愛環評的問題，這是袂使做啊。哦，1公頃以下你要做就愛環評，啊，1公頃以下袂使做。所以這漁電共生，即馬這饋線工程做這加強電力網，哦，加強的電力網呢，這都袂做啊。啊，所以這做到最後，本來這就足歹做。咱講像咱台灣咧做漁電共生。相對國外就足歹做，因為國外無這個物啊。啊，咱即擺愛擱飼魚啊，愛擱種電，啊，本來做得了5、6年，啊，你還擱環評落去，啊，這嘛袂使做，毋是環評的問題。啊，環評的問題牽涉到一個問題，大家要了解，這個電力毋是大家安尼想的講，哦，你40米一刀切，啊，我就會使創。其實簡單啦，阮本身嘛做過環評吼，我互大家看吼，環評的大小吼，其實毋是重點，是你是毋是佇毋對的所在做。其實我相信所有的。關心環保的人攏了解講，因無希望佇環境敏感的所在、愛保育的所在去做環評。其實大家攏毋知，台灣已經有環境敏感分析這個網站。這個網站有將台灣大大小小各管區、各部會，伊認為愛保護的國家公園、濕地啦好，啊，迄個文物保護區也好，迄重要古蹟也好，國家公園也好，啊，佫農特農也好，這攏其實你去查一個網站，就我就提供你所有的答案。哦，這個網站頂頭攏找會到。我本身，阮公司本身有去澳洲做，有去日本做，因攏無。這是咱台灣最做好的，真正。這幾檔環保團體真努力，將所有34項攏分做第1級環境敏感區，甲第2級環境敏感區。基本上，你若第1級，你就免做啊，都袂過啊。你家己袂去自找麻煩。對，所以這已經篩一屆啊。所以伊即馬環保愛做的，其實講你若佇迄第1項、第2項有法度解釋你去做，我感覺這對。但是你若分大小，其實這無合乎科學啦吼。我簡單講，阮已經有一個做環評啊吼。環評內面你看霧化，這個霧化環境吼，霧化的環境就是代表講這電氣設施，因為你大家可能就誤解，阮太陽能光電毋是營造業，嘛毋是建築業。阮是安裝業，電氣安裝業。阮嘛無執照，嘛無雜照，嘛無建造。啥啦？你知道？因為伊是將電氣設備個安佇頂懸。啊，一般電器出廠的時陣，標準局已經有 VPC，就是國家認證的 VPC。意思說，咱先停一下。意思講，恁也無土木。對。啊，無什麼甲級、乙級，攏無，毋是啦。攏毋是營造廠。攏是要甲拆落去啊。對，阮是。愛做螺絲啦。做螺絲對。彩條做螺絲啊，簡單就是安尼講。啊，這吼霧化的特性就是咱咧廢水啦、噪音啦，啊甲迄個廢氣啦，吼，啊擱去排放啦。啊，這其實吼，你做1米，甲做1公頃、甲100公頃是共的啦。因為測出來攏是共的啦，這攏白做的啦，毋是講白做，做一件你只後壁做的攏共啦。啊，這內面因為有規定愛有多少的比例嘛，所以這做出來攏總3大本吼，伊佔45%啦。啊，所以其實咱來做，我是較傾向於講，這社會溝通、社會回饋，甲所謂的生態這邊，應該是做環社檢核。因為你做一個環評愛偌濟錢，大家要了解哦。做一個環評，你按環評公司討論3個月啊。李主任，你甲咱講者，你做過環評吼，一個案愛開偌濟？1000萬。無啊，這個案是幾塊錢？上少，阮這個是足大個啦。當然，即馬正送出去還袂審啦，嘿。
啊，開1000萬對恁的案來講，你開得起嘛？我感覺這大案做，阮無反對啦，吼，我感覺坦白講。但是愛寬頻偌久？因為這攏總談環評公司溝通上少要3個月，啊，你即馬溝通了，伊愛去做觀察，愛超半冬，啊，半冬了愛佫溝通，愛佫開一寡會前會，愛佫3個月，啊，佫送去環保大會，我看上少要1冬，所以上少2冬。我聽講是以早有經濟部長咧開這個寬頻公司哦。我感覺這個無置評，我無講偌清楚啦。我的意思是講啊，這袂拍到因家己人嗎？其實這環評公司我攏找足大間的，這就是講咱台灣上麻煩的是啥？有對一個人我就保證講，阮即馬光電做環評過，這個案一定會過，無法度。因為咱唔是講做環評爾，咱來地方政府許可，咱來農業部同意變更，咱來佫內政部同意變更，農業部同意做，啊，內政部同意變更。咱想看覓離岸風電，咱講離岸的風電就好，因是畫一個專區已經畫好啊。啊，找環評公司，大家攏會使做，啊做了，大家去競價，看要標偌濟，加人着標。但是咱台灣做光電唔是哦，你做完風評開1000萬了，你就愛去送館長，啊你若唔愛做，我這1000萬都報銷的。啊中愛佫開辦會，我愛做環評，我愛找人去營運，啊我愛納這個地主的利息，因為離岸風電是公海，伊也免利息啦，伊也免租金，阮這都愛租金的。啊，做2冬了，啊，若無準，這錢要退。我聽講，因為這超有7成6成的人不愛做啊，差不多，外資應該會走6、7成走袂去啦，因為即擺已經有人咧裁員啦。好，啊，咱先停在這吼，咱先停在這。我來請這個曾理事長吼，理事長，你甲咱講，恁對這一擺修法的態度是啥物？阮的感覺啦，是講伊修法有一寡物件是變較歹。因為咱是希望環境保護，所以咱會看到講，咱有出來有34個團體，是希望來這個聯署，來希望這個光電，會當甲伊鎖較嚴的，賣凊彩黑白母啦。無你看到講，咱的這個濕地嘛變光電，咱的水庫嘛光電，咱的山坡地嘛變光電，咱的農地，種田的田地嘛變光電。但是咱看到咱的屋頂，厝頂攏沒有光電的比例攏足低啦，攏無看到光電，所以咱會感覺講，其實光電上適合的所在是厝頂嘛。啊，結果你厝頂無要拍拼來做，拍拼來即個克服即個一寡問題。啊，結果你是凊彩去甲咱的山坡地、樹林、森林。這個濕地攏來破壞，所以這是咱是該反對。但是這邊上大的問題是啥？這邊的修法修了，伊的國家公園本來是要求一公頃甲2公頃以上是愛環評的，但是這邊伊變做你偌大的面積攏唔免環評。啊，伊的理由是講無留咱國家公園本來就禁止這個地面型的光電，結果咱凊彩去看玉山國家公園的頂管。地面型光電，咱都看到3個以上的國家公園攏有地面型光電，所以國家公園署的署長是公然說謊啊！因為伊說謊的原因，導致講咱明明這個環評本來國家公園是愛做，變做唔免做，所以唔通講只有變做較歹做吼。即馬國家公園是你凊彩去攏唔免環評。咱來看這個圖表吼，這擺修的是發展觀光條例裡面吼，國家風景區禁設光電，但是你講的是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唔是國家風景區啊，迄無共哦。來，我甲你解說，因為我對這個法條是介了解。本來咱的環評法內底是針對國家公園是要求要來做環評，1公頃、2公頃的這個面積以上，這是環評法。因為呢，本來民眾黨伊要提出的是國家公園嘛，要來禁止來起光電。結果因為國家公園署的署長就講無啦，咱本來國家公園內底呢。就袂當起啦，所以嘛唔免環評啦，嘛唔免禁止啦，這種法攏唔免啦。啊，結果伊一句話就互伊騙啦。伊一工甲伊講，啊，過一工伊就甲這條去掉。立法委員才好騙，就是這好騙。所以我嘛唔知影是真正好騙，還是有別的原因，我唔知。但是今嘛國家公園這上嚴重的國家的門面，變做你凊彩去，我意思是講，
既然國家公園還是講咱的這個內政部就某一個署長要講，伊這應該不是內政部，這擺是環境部啊。無，這是國家公園署的署長，他公然說謊。不，伊已經講啊，伊講本來就袂使做嘛。啊，這張就是證明啊。不，理事長，我的意思是講，伊講本來就袂使做嘛。對。啊，咱再繼續來檢查嘛。吼，咱就甲杜講啊，你會當做袂使哦，貼起來。啊，所以立法委員是算有方便啊，無方便？唔是，伊是互人騙，因為即馬是3個國家公園攏有地面型光電，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講，你唔通來立法，吼，啊，我本來就禁止啊，你唔通立法，啊，伊的目的是伊則驚伊立法，你聽有無？啊，所以伊用即個步數過了，其實伊本來就會當起地面型光電，啊，結果立法委員就唔知影，連環評本來要環評的攏去掉，吼，所以即個物件變做。這邊的修法內底，所以理事長，你敢對這條，有意見？無得幾啊條的啦。啊，幾啊條，啊，佮你來講，啊，佮一條啥物？好，即擺的問題是，咱看到講水庫，伊講水庫即擺5公頃以上要來做環評嘛。但是你凊彩看一個南化水庫，伊的土地安尼分甲安尼足幼的，啊，所以伊的土地只要沒有連續地號，沒有同一地號，相隔20公尺以上。伊的不用合併不用計算了，不用合併計算了，伊就遐5公頃，遐5公頃。所以你看這個圖，你就會發現講，我一個南化水庫內底，我會當凊彩起20公頃，攏唔免環評。你聽我的意思無？所以伊的迄個法應該愛講，單一水域內底袂當超過5公頃，安尼卡會真正有這個效果。但是咱希望的是水庫是賣起啦，啊是水面型用5公頃無問題，但是愛單一水域。啊，另外一個是講河山光電，咱河山大樹鄉，伊個山坡地全部攏變光電對無？啊，因就講啊，山坡地光電這愛有一個5公頃以上愛環評，但是咱看這是河山裡的土地分割才有，伊嘛是沒有同一地號，沒有連續地號，相隔20公尺以上，伊就會當不合併這個5公頃計算，遐5公頃，遐5公頃。你的大樹光電趕快會當起30公頃、40公頃，攏唔免環評，你只要挑得好就可以。所以這一擺嘛無描寫較濟。伊就講5公頃，但是迄看會到、食袂到，講實在，伊嘛是會當起按30、40公頃。所以立法委員互騙。伊就是立法內底物件攏無有啦，變做伊的漏洞後門足濟啦，所以因迄講無法度起，我講這後門濟甲走無路。來，小等再請理事長來解說吼。來，咱刷來來請了秘書長。秘書長，你對這擺修法，你的意見是啥？歹勢，我的台語無好，但是他拄仔莊理事長在講的都是因為修法無夠有，所以造成的一些問題。啊，這個問題，若是你講甲立法院說哦，來再修一次，再修一次，這有造成一個問題嘛？理論上應該是立法委員在審查或者說監督講啊，環境部到底有沒有修好？那無修了是那個目的上面是適合的，那就繼續監督。但是現在是跳進來在母法上面做這個規定，啊，如果做得不好的話，這個規定永遠沒辦法好好討論完。這是第一點，就是你現在放在母法來對，啊，母法來對很難修到有。啊，但是這內面就是有很多魔鬼藏在細節裡面的地方，所以，比如說剛剛2位都有講到風景區這些問題啊，禁建也許是一個好事，但是禁建在1公頃以下禁建，我們想要維護的是農漁民的什麼權利？如果在這個雲嘉南地區有漁民正在跟光電商討論，他們要做漁電共生。假設有一些人是不想要做啊，金馬北當走啊，那就沒關係。但是漁電共生有分成地面型跟屋頂型，但這個法裡面屋頂型反而不用做，也不用受影響，反而是所有的地面型都不能做。安內變做安那，雲嘉南這一邊台17線以西的地方，如果要做漁電共生，廠商如果已經整合好土地，接下來就是走大家最不喜歡的屋頂型室內漁電。那這樣子的一個立法，對我來講都是有一個很大的瑕疵，但是想要保護。這個修法，我來聽起來呢吼，好歹離文啦，時經靈應教論啦，就是修，我就是安尼修啦。啊，你好運的就靈，就時經啊；歹運的就靈應啊。啊，但是咱安尼袂唔使啊，袂使啊，安尼看怎麼會對嘞？
所以基本上就是伊收佇魔法內面，魔法內面伊才有收哦，我才來收較足油的，啊，這就無描寫着，才會安尼兩個攏嫌，啊，結果一個嫌這邊，一個嫌迄邊，是安尼這個意思嗎？是。但是我吼真緊張的是講，咱即馬毋是全國攏是迄個 Silicon Island， 咱這是咧做晶片，哦，一寡大廠攏愛綠電啊。我先問一下理事長，咱即擺綠電是毋是攏台積電買去啊？半導體，阮公司半導體是差不多85%到90%。攏去收購去啊？毋是甲伊爾，一個講嘛有得買啊，嘿。哦。啊，毋是佫甲伊啦，足濟啦，反正供不應求啦，即馬就欠電欠個。我會請蔡老師來，就是要來講這吼。這 RE100個中經院的報告吼，台灣超過120間的企業承諾要使用100%再生能源。啊，我唔是講自這來講啊，這想法安尼唔對。老師，這中央這個平衡點，這個看綠電敢佔9%，比2025年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目標20%，差甲濟，這是安怎愛解決？其實咱知影講，即馬佇即個尖峰的時間，大家用電真濟時間，其實即個光電對着咱光電的穩定是貢獻真大啦。吼，因為拄仔佇日頭當炎的時陣，發電量嘛是上懸。所以你即馬你若因為安尼環評的迄個修法，啊，變成講這個業者因無法度好啊去推動，當然對着咱的供電一定會有真大的影響啦。但是毋是講為着要供電，就是講即個環評你就是會當講怎啊甲放開。這有一個足大的問題，就是講即件這個立委因要去修環評法的原因是佇對。你若因為講看到講水庫頂懸有人咧種電，有人佇遐咧設這個太陽能的這個電板，你感覺安尼對着水庫污染真懸？我問另外一個問題，啊，佇頂懸咧種這個水蜜桃的這個人，因的農藥，大家有去甲環評無？這傷害無一定是比這個咧設這個太陽光這個發電的這個電板這個這個。設置因的污染較低呢。第二點就是講，今仔你感覺講，高雄遐吼有真濟所在去用烏啊密密麻麻，烏啊密密麻麻，我假使講我若有環評，伊就袂去用烏嗎？那照這個情形，伊嘛是有可能去有這個無好的這個廠商去甲破壞咱的這個國土，所以。你若講你真正互伊去開發，你若這個地方政府也好，還是該負責的這個政府機關也好，你若無好啊去監督，這個物件嘛是小共會出來。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講，你要修法，這是立法委員因本來的責任，但是你想要修，其實對着真濟社會來講，咱毋是遐了解。咱敢若會當知影講，因就是講，啊你即馬看到光電有足濟亂象啊，所以我就要來修啊。但係想要要安尼修。第二點就是講，你去拄到這個，比如講這個分家南這個風景區，因為我就是住佇這個風景區的所在。你對於布袋分林、布袋七股，迄一路落來，迄規個攏是分家南的風景區，包含着去互風台線落去迄個南軍新，伊就是這個分家南的風景區。遐本來就有足濟攏是飼魚啊，攏有足濟攏是種田人，啊，這個飼魚的人。你講因的權益會受到影響，你敢知影講你安尼修法落，你對因的權益會受到較大影響？是安尼講咧？咱知影講對分林、中華分林安尼一路落來，台61線你落來，那住佇遐咱的觀眾朋友，你來想看嘛？你遐會有地站的下限無？你遐的飼魚啊，你即幾冬過了好無？就是講遐其實有真濟所在，遐本來就是不利耕作的這個地，無法度甲去繼續飼魚的地。啊，那這個地伊本來會當去種電，啊，因為你的修法，伊就無法度種電，安尼修法就有問題。啊，你講這個所在，你感覺環境足重要的，啊，你有平常時啊有好啊去甲重視伊的環境的保護無？我感覺這個物件都是咱愛去好好啊去思考清楚的。所以第一點，我感覺你若要講這個綠電吼有夠無夠的問題。當然，這個環評法甲修落了後，當然這個這個成本一定是提懸啦。
啊，所以若材料較無好的廠商，伊就會退出。退場。第二點就是講，咱莫講環評受安怎，你敢若遮個漁電也好、農電也好，即馬面對了上大的問題，我嘛這未來問題安怎甲繼續出來，咱敢毋知。像咱安尼講，因為業者伊就感覺有法度發電好啊。政府講你愛種7成，你愛種8成，伊當然迄個時陣摕到標案，伊甲你答應，但是伊有法度種無，伊有法度飼無，你叫遐個。現主是佇遐抑甲你生活遮漁民農民去幫你飼魚啊，去幫你種田，伊攏無一定種有法度7成8成，你要叫遮業者去種，迄是足難的。所以農電的問題、漁電的問題，我即個場假使若做好啊，我電有法度交互台電，但是我錢摕袂到啊。這就是啥怎即馬有一寡廠商，伊雖然伊有法度發電，但是咧，伊的電攏敢若會當送出去，但是伊收袂到錢。所以尾啊咧，銀行的貸款伊就還袂出來，伊只好倒打，啊，就慢慢啊，互一寡廠商去收伊。所以其實咱莫講去講到環評，你敢若講即馬光電也好，還是咱即馬漁電強盛、農電強盛，這兩個物件，其實即馬就已經面對着真大的挑戰。你若甲環評法收落來，刷落來問題就是講，你光電真正佇粉嘉南迄區。會有足大的問題，啊，像咱粉嘉南迄區會是大區，因為遐真濟農漁民，其實咱知影，咱台灣真濟農漁的即個介紹攏去有特定的即個團體去有掌握掉的，所以其實咱真濟農漁民其實過了毋是真好，所以雖然講遮光電的業者，互因的錢毋是足濟，像我講互因的錢毋是足濟，那互因的錢有夠濟，絕對袂有遮個烏道吼，遮個即個監察院講的遮個。不法的這個勢力有法度介入的空間，因為我都無遐濟錢啊，你若過來找我，我就退場啊。想到你來摕我遐濟，我才有法度繼續佇遐生活，因為這利潤真正足懸的啊。所以我是感覺講，咱若這個環評安尼收落來，佮加上即馬光電面對着的問題，當然對着這個綠電的供應，未來一定會面對足大的挑戰。啊，所以對着咱這個企業，伊若甲要繼續甲伊生存，其實因得去思考嘛，因為這是趨勢的問題。你若講環境的標準，你要求我足懸的，啊，當然你一寡商業活動，你得慢慢落來。但是我要講是講，你的環評你要甲收足嚴的，你得愛有一致性。吼，你袂當講干那專門針對這物件去收，安尼對着咱。真濟業者伊毋知影要哪去遵法，但我對着真濟廠商嘛，你講到這吼，咱先停一下。我看在座四位攏有意見，顯然這個修法哦，伊過程當中攏問到咱四位嘛，即係伊也有一個意見，你也有意見，伊也有意見，老師也有意見嘛。吼，這個立法的品質，吼，就可見大家攏有意見。刷來佇線頂吼，這個咱的前立法委員吼，陳椒華。陳委員，你好，我甲你請教吼，這擺立法你有滿意無？會使安尼講啦吼，就是講因為我離立法院就職迄幾年吼，其實已經有幾啊個這個光電的陳情案，迄個陳情案主要譬如講離迄個。文資的這個地點，或者在山坡地哈，啊個頭拄仔有聽到大家講的漁電共生哈，所以就是講離南部啦哈，這幾個案我接到的陳情案主要是離南部，就是講這漁電共生也是講無應該去做光電的所在哈，因為無環評哈。資訊攏無公開啦，吼，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已經互這個光電哈蒙上這個不好的這種名聲啦，吼，所以我感覺就是講，你2年前啦，吼，2023年迄陣都有環評委員哈，他們聯署甲環保署，迄陣是環保署講。應該愛環評哈，光電應該愛環評。其實我咧立法委員入來，我嘛有叫環保署來溝通啦哈。我講應該要緊
更改這個環評法哈，因為主要是迄陣是講執法啦哈，你這個執法應該緊修嘛哈，就是講委員歹勢吼，我甲你請教吼，所以你有認同修主法無法就莫修較有有誒有修有誒無修，你到底對這擺這個修法的品質你有意見無？我是感覺講，因為環保署也是即賣環境部，伊一直無甲這個修執法的這個確定，而且它拖太久了哈，主要是拖傷久嘛，拖傷久即賣迄個問題較濟，所以在野黨才去修母法嘛，所以這是有伊的來這個典故啦，意思是講環境部無做，所以立法委員我的態度是講，因為我無辦法去確定講這個環境部伊是毋是會當緊甲這個執法修好啦吼，所以我是感覺講，即馬修母法我是無反對啦，因為大家若感覺講倒位修了無好，其實你立法院吼，比如講即屆修第5條發展觀光條例修11條，地質法修哪一條？其實你下個會期你若感覺無好的所在嘛是，大家會使擱去甲這個立法院各黨團去遊說嘛，你會使擱修嘛，就修這個法條不是那麼困難啦。委員，像頭先啊，咱那個曾秘書長、曾秘書長吼，就講啊，講着咱這個環境部內面的這個國家，咱這什麼署？國家公園署的署長。我會當補充吼，我頭拄有真認真咧聽啦吼，就是講漁電共生啦吼，因為你雲嘉南這個要做漁電共生，其實我有親身去看漁電共生啦吼，學甲七股啊，北門我有去看啦，其實真濟漁電共生啊，根據這個台南市政府因有漁電共生成功或者是失敗的這個例子啊，其實大部分並不是成功的，就是講大部分攏失敗了。所以我是感覺講漁電共生其實是有真大的爭議啦，哈。所以當然除了有這個魚，哈，你養的魚的問題是不是成功？還有哈，我嘛親身看到講。漁電共生下骹是囤迄個廢棄物啦，吼，囤迄個廢棄物，所以我是感覺這個問題足嚴重的啦，吼。即馬就是講因為你講迄個漁電共生下面站是囤這個廢棄物咯？就是講這個農地下骹伊先囤，因為伊愛甲囤到懸啊。是倒一場？本來是倒一場？你甲咱講好不好？伊要去立這個基座，伊就是愛去囤一寡土嘛，所以是毋是有囤這個廢棄物？我有親身看到有廢棄物嘛，吼。委員，你敢有去甲告發？你有去甲告發無？喂？嘿，我講你有去甲這個場告發無？講因愛囤這個廢棄物。我是看到媒體報道，我才去親自去看啦。是倒一場啊？已經有人去檢舉啊，所以我是有去看。我有去看真濟場，其實漁電共生下骹無魚啊。所以他都要講到講這個國家風景區，這個以後不能做，就是講漁電共生本身的爭議太大了啦。爭議太大，所以我是感覺講。該環評，就是講吼，擱另外一點吼，就是講我所訪問，也是講甲我澄清，這個地方的農民、漁民，也是自救會，大家其實是無歡迎這個漁電共生啦，吼，所以我是感覺講業者嘛是愛去，嘛是愛去接受這點嘛。委員，我甲你做一個小小的結論，就是講，你對這擺立法你是支持贊成。如果各位有意見，過來下會期過來修法，安尼就好啊。你的意思是安尼嘛？對，因為阮就是講，我甲幾啊個環保團體朋友，其實阮有討論啦，就是講，
啊，因為阮迄個關心真儕年嘛，啊，伊得攏無愛修嘛，環境部一直不修啊，所以我們只好接受說啊，先修。如果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肯直接修母法，然後其實這些母法的條文，我也希望這個環境部較緊甲你執法內底愛執法嘛愛修嘛，啊，如果哪真的不好的地方。他都要主持人嘛講，嘛是會使閣修啊。好，我無講，是你講會使閣修啦。我甲你做結論啦。嘿，當然啦。好，啊，委員，啊，你暫等一線頂小等下，我互這個理事長吼來講伊的吐一下口水者來理事長請。這我感覺迄個頭一個陳教授吼，真了解阮業者，我嘛希望講環境團體吼。我也知恁真關心生態問題、甲環境的問題。阮做業者，因為大型的嘛無希望去破壞環境去發展光電，這嘛毋是阮的初衷。阮做光電就是要來將這氣候降溫吼，即升溫甲降落來吼，啊大家有法度永續發展。光電板的本質是好的，全世界現在做遮濟，大家知影全世界做偌濟。我甲你一個數據，可能恁會驚到。即馬全世界的人吼，差不多2個人就有一片光電板。且已經有40幾億片啊！會佫繼續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是愈來愈緊吼。啊，佇德國內面已經有300萬件的光電案場啊。啥物叫300萬件？其中內面有一種拍印的，叫做 DIY 吼。伊連前面陽台嘛咧裝，那這個有毒，這個有對你人體有影響，啊，伊啥會裝佇恁兜？啊，啥恁兜的厝頂會使裝，人地面袂使裝？啊，恁兜的厝頂無噪音，啊，你嫌地面有噪音？這是啥物道理？這完全無道理啊！所以講地面，當然阮歡迎厝頂攏做。阮的立場就是講，你厝頂緊做，會使做緊做。但是實際上，即賣的厝頂會當做攏超做了啊，就是愛新的，無就愛修理的。啊，咱台灣台風遮濟，你敢要硬修理？啊，無就是石棉板迄種，你敢要拆來做？這物啊，就是講。理事長，我所知，譬如講，咱真濟公家部門其實厝頂都還袂裝呢。應該是安尼講，裝就愛依結構會使，你嘛袂使為裝而裝。當然啦，到時起來吹去，風台掃着人，結果怎錯起來？百萬屋頂學校班有冷氣新的種厝頂攏做，我相信大家去找網絡哦，馬英九時代百萬屋頂是迄時馬英九時代畫，已經畫10幾棟。那這厝頂會使做，我相信遮濟人在做開發，厝頂開發這利潤嘛袂歹，一定攏會去開發。我歡迎講強制性裝厝頂的光電，這我支持。但是大家唔好將厝頂的期待講伊有法度做1年、2年、1年，迄是無可能的，這是愈來愈少的，這是無法度滿足半導體的需求的。理事長，這吼小等的吼，咱理事長來講吼，但是我加問你一個問題哦。他多陳委員又講，伊去現場看啦，啊，這個兩公的啦，啊，李樂啦，啊，囤這廢棄物的，啊，飼遐飼無的啦，啊，生活困苦的啦，啊，拄着蚊子，這個案，這種物件是多還是少？起碼台灣大家有一個概念吼，台灣只有7萬件太陽能光電案件啦吼。日本其實嘛講啦，做這案件攏有報紙，但因為就報紙有負面吼。伊山坡地嘛有綁落來啦，吼，光電板綁落來。但是咱愛去了解到底是土石流將山地光電甲衝落來，還是光電板設的和山電板衝落來？這兩個是咱愛釐清的因果啦，吼。伊嘛袂因為山土地的太陽能板衝落來，伊規個山坡地用歪做。伊山坡地做偌濟啊？你知影？大家恁講你會驚一條啦，20%啦。因已經做偌濟啊？你知？因已經做80幾支啊，20%、16支啦。比咱支持山坡地區的太陽能，比咱台灣即馬15支佫較濟。啊，啥伊即馬嘛是佫繼續做。咱來去想這大陣一個，咱台灣做山坡地其實無加1%，0.2、0.3%爾。敢有一個有綁落來？啊，如果去想大樹鄉的代誌，大樹鄉迄是舊法，迄就是環境部還未去公告，迄暗暝拆迄都是無關係，還未去公告山坡地的環評。伊毋是規避，伊是還未佇法令進前，伊就申請着啊！哦，所以這咱嘛愛家講，當然我嘛贊成講，伊袂使起亞吧，伊這起法，阮大家幾個業會攏感覺。啊，那像他咱曾先生所講的講，這有的地方吼，
這無法來甲規範講5公頃，啊，其實吼加起來攏超過啊。伊就分開來算啊，安尼敢可以？我跟你講吼，影響到平環境嘛。水庫其實免討論啦，已經無人會做啦吼。伊個知影咧水庫有對個5公頃有起來，你要一個配電線5公頃無啥可能啦，攏只2公頃。成本袂合啦。係啦，成本袂合。我你看這韓國的上慶南道啦吼，因這你莫認為這是台灣哦，伊這梅花吼雖然咱國，但是人伊是佇韓國做50公頃，你感覺這有環評嗎？伊嘛無環評啊。無啦，咱賣比都無環評的啦，因為咱有咱的環境嘛。但立委講的吼，我是感覺我真對啦。啊，既然立法啦過，啊，咱是後擺幾啊修，應該是安講，阮袂使講1萬件地面上案件攏無好歹學生，這我袂使講，因為我相信。無啦，我是愛你講比例偌濟啦。無懸啦，這哪有可能懸？你上補助就是幾個嘛。啊，當然飼無好，我相信這點阮愛檢討，飼無好。頭一迄蔡掛樹講一點真好，阮若毋是飼魚啊，啊當這是要做這個漁電共生，飼無好，即馬農委會、哦農業部、甲農研署嘛叫協漁業來甲咱輔導，嘛愛做產銷履歷，嘛愛做監控，其實已經有咧改善啦。啊，咱哪會時間嘛？咱袂使講一個小學生啊，入去一個所在，啊，你就係講你愛飼也好，而且我必須甲大家講，這毋是我講，這個話毋是我講，這是雲林漁業會。蔡總幹事講的，伊講下恁飼的魚窟啊，本來水就較歹，你飼無好是應該，伊這條伊講的，所以講伊這就是講，伊都飼無好，毋就較下你飼，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以你就愛擱下時間嘛。你講飼無好，完全無甲達標，無做產銷履歷，無做迄個監控，你該保表就保表，阮甘輸贏。但是你袂使講，阮只開始飼，啊有飼無好，你就講啊，這大家攏騙人。啊，有認真要飼無？我相信咱會保表，無人唔敢無飼啦。不是，主要你有接受講，即馬愛大大小小攏愛環評這項代志嘛？即馬唔是環評問題都袂使做，伊這國家風景區，伊1公頃禁止啊嘛，我念一句啊，你聽是1公頃以下愛環評哦，你陣厝頂嘛愛環評哦，1公頃以上是袂使做哦。厝頂無被環評嘞。無厝無要緊，啊咧厝頂以下就愛環評嘛，啊1公頃以下環評嘛。核廢料偌濟較會環評，1公頃以下愛環評，1公頃以下免環評，這夠有合理。咱來立法院啊，再來小度啦，吼，來鄭理事長。主要是講吼，伊咧講光電安怎攏無污染，但是光電上大嘅問題是啥？規片森林、規片山坡地攏無去啊，啊遐是生態水土保持啊啥，還是講對咱的整個環境生態的衝擊是最大嘅，所以毋是。用污染物來談，這是第一個。鄭理事長哈，你甲咱激勵吼觀眾朋友，因為真濟觀眾朋友無一定偏向於接觸這種資訊吼，就是規片松林、規片山坡地是倒規片倒一個松林，你講互咱觀眾朋友看。就親像講，佇花蓮的這個鳳林啦，鳳林1700公頃的樹林啊，要來毀掉，要來做光電，當初是唔免環評。但是這邊收了，這是進步啊！這邊是要求，你1公頃就愛環評，哦，你只要1公頃就愛環評，哦，所以這步是進步，這是我是讚聲的袂歹啦。但是講這就是一個問題，是講你破壞這個環境，當然你不講無污染，迄是另外一個代志，你破壞環境是另外一個代志。啊，所以拄則來講，屋頂攏已經起了，這是錯誤的，為什麼？咱的立法院的頂懸，我毋是講古蹟的哦，我是講毋是講古蹟的，我是講一般新的立法院有新的建築哦，屋頂嘛無，咱的那個外交部的屋頂嘛無光電，你會當家己去查。啊，阮講的是講咱的，這是政府愛拍卡槍，還是立法院愛拍卡槍？這當然是政府的問題啊。政府愛來統一來要求啊！我這裡就是咱都要較公平來講哦，咱來讚賞講立法委員哦，修法，啊你都無修攏家己講，我立法院嘛愛爭啊，所以咱來拍拼啊！所以我就講，咱來講話啊公平，咱袂使講啊政府拍卡槍，啊政府嘛包括立法委員嘛。無，其實我的意思是講，咱就愛照事實講，伊修法的確有誒修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在有路上，那必須要接受恁的檢查嘛，對不對？
你嘛無滿意嘛？我拄則意思只是講吼，屋頂講已經無空間，這是錯誤的。哦，啊，無要緊，我講好了，你已經講這句啊，歹勢吼。不，我會找時間，你盡量講，你放心。我是講屋頂其實這個空間吼，公家部門攏還袂起。第一，第二是講咱這個工廠的頂管嘛還袂起。第三，這個大賣場，親像 Costco、IKEA 頂管攏無起。第四，這個徛家的屋頂自發自用，還唔免賣，唔免虧線，自發自用加儲能系統，又可以產生一個所謂的我們的這個能源的自主跟韌性。結果這個物件嘛無做，但是你講什麼台積電需要什麼 RE100，拜託嘅，自發自用的一樣可以有綠電憑證。國外的綠電一樣可以買憑證給台積電用，所以沒有所謂說這個東西沒有我們什麼 RE100就沒辦法，這是騙人的。我再講一點嘛，來，國外綠能憑證袂使插台積電用啦，這點你絕對唔對啦，絕對袂使去國外買，迄叫漂綠啦。來，這我請陳秘書長來講一下，就關於就這立法的過程當中，我是對這立法院的立法吼，我是足有意見。就是講，哪一個修法吼，正面支持的也咧煩惱，負面一個抗議的嘛是真無滿意安尼。我想根本原因啊，根本來講，台灣真正就小，咱的用電量真正就懸。用那個密度來算的話，台灣就是我們說我們最近這10年，現在光電拉到15 GW。這是全世界來講是一個奇蹟呢。我們辦公室有其他國家的人，或者是有其他人來拜訪交流，都說哇讚，就是台灣做的真的很多，都做在平地為主，所以你講密度來講，一定是好在地的人都能夠感覺到說哦，就這都一直發生，到底是有在管啊，沒在管，這個完全可以理解啊。我們也非常支持說，政府實在是應該用一個更穩健、更完整的方式去思考，包括立法院的成員、政府裡面的成員，去想說我們怎麼樣，哪些綠能持續要推，咱安怎好大家在地大家可以參與這類發生要怎麼發生？光電板那是一個適合的開發，以安怎發生的大的厝邊。要怎麼樣比較好？這類過程，那是大家願意希望用環評，那他就要用更好的一個環評的模式。因為剛剛秘書長有講，環評現在就貴耶，這個成本不是大家想要走，比如說社區型的啦、在地導向啦、更小型的這一些。真濟小社區要用啊，對啊，起碼伊都是環評。嘿，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台灣的電價。比起我們想要去對比的其他的這些歐美國家是非常低的，這個低它會造成屋頂光電自發自用型，尤其非常難推。我們看說日本啊、德國啊、美國做得很不錯啊，家裡很多住家都有在自己做，還唔免進戶，甚至不用政府去說啊，給你 bonus 安怎。因為我自己做較俗。係啊。我省電啊！我有這個經驗，我要掛新厝哦，我想要來做這個，伊講你袂好啦。是啊，就是有這個問題，那是大家攏感覺講，這是一個該做的方向，咱要支持講電價漸漸往上升高嘛，讓它變成是真的可以符合它真正這個碳價上面的一個應該要有的一個效果嘛，還是講大家還是這袂使電價絕對不能增加，那就表示政府要用補貼，或者是想出各式各樣的方法去邀請大家的既有的屋頂，對啊，還是用大家的錢，迄嘛是無省着。這就是台灣目前。有請老師啊，老師這樣呢，政府應該用補貼的這條路，還是電價要起價，才有通造成政策的誘因，大家往這邊來行。我相信這咱佇節目嘛講過來見啊，當然是電價要合理的起起來啊。對啊，因為你電價，你已經講大家攏講欠電，你用電的成本愈來愈懸，你當然愛甲電價愈懸，你電價愈懸，大家當然就會去節電。另外一個我想要講的講，當然我認同講污染還污染，環境還環境，袂當攬做伙。但是問題是，咱的立法委員就怎甲攬做伙講，所以造成這件愛來環評安尼修法。你講這個真濟樹啦，真濟這個
真好的所在，你袂當好啊去，你袂當去甲破壞，這我完全認同啊！吼，就是講你袂當講為着要發電拼性命去找，只要有所在，就怎樣去甲起這個供電呢？安尼對着咱整個環境絕對唔好，因為咱無應該講為着要達成一個目的，去啥物規攏無愛管。但是你倒轉來講，是安怎1公頃以下你就愛環評，這合理的所在佇對。就是講你若講1公頃以下，你需要做環評，伊對着環境的傷害佇對。你嘛愛講一句話出來，互咱民眾聽看覓啊。是，如果若親像頭仔這理事長所講講，因為這地號吼攏無連續，所以單獨的這個案攏1公頃1公頃，結果加起來超過5公頃，超過20公頃去。安尼這種要安怎？這個物件，這是你執法的問題啦。就是講，你為着安尼，你去修法，你會變成講，你為着要解決你家己的問題，你變成其他的會造成，就是講1公頃以下，其他的攏袂當做，這個人以後要安怎？你知我意思嗎？因為你的想法是講，你安尼污染的環境，污染的環境嘛。你若講1公頃以下，你會有這個問題，你應該是你執法上，你看安怎去修較合理。我講就講，唔是講，當然你若咱台灣人真濟人攏上到做這個代志啊，就是伊有法度，你着安尼修法，對啊，伊着有法度去甲拆，啊是安怎去甲做，怎甲起出來？這個物件，我相信，對着環境的污染，真濟咱多數的民眾看到攏無法度接受啦，不管你是對一個黨派，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講，你大面積的，你袂當黑白去破壞，你需要去做環評，我感覺這是合理的。但是你迄足小面積的，到底伊對環境的影響是啥？這是我無法度想到的。就是講你講遐個樹哪，你去用個雕，咱規個綠色面積攏無伊啊。這我一聽我就聽有啊。你安尼講，我嘛感覺講應該去修法。但是你1公頃以下的，你也要甲修，1分地你也要甲修，你也講愛環評，1分地到底安尼起落了，對着環評。對着環境的影響是啥？我的意思是安尼。所以就咱像拄只主持人講的，講雖然講過去這個立法委員伊有講這件你若感覺修了無好，你以後會當甲修？修法是會當安尼有白修的嗎？修法無成本嗎？迄種了的攏是咱這納稅人的錢咧，你應該是愛有法度來修好了，人家業者攏走了去。我唔是講綠電絕對好，是講。這個修法講有奈變做贊成的也無贊成，無贊成的也更加無贊成。其實主持人講到一個上重要的，就是講有一寡物件是你找袂回來的。所以找袂回來就是講，你雖然講即馬雖然無滿意，你先甲修落去，若以後袂好，咱較甲修回來。但是袂好，廠商走就走啊。你到尾因為你修法，伊就會回來嘛，伊就毋是源頭的個，你若甲修倒轉去咧。這就是咱不是業者，咱真歹講啊。所以這就是真濟外商是安怎伊會對着一個國家，伊咧修法，伊有好好去修無？因真重視的所在，因為你要修法之前一定要有法律，你袂當完全無法律。雖然我毋是法律的業者，但是對着真濟經濟發展，大家重要，毋是講你安怎修，是你咧修有理無？所以我對這毋只會講，嘛緊你若要做環評，這我攏完全同意。是安怎1公頃以下？1分地，你也攏愛環評，這原因是啥物？這愛講互大家清楚。來，因為真剩差2分鐘外吼，他拄因為賴的關係，對吧？來，陳委員。是，我是感覺講1公頃已經真大啦，尤其你這個漁電共生，還是你雲嘉南國家風景區這邊，因為在居民大家對光電現在有非常多的不滿啊，哈，非常多的不滿，我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啊，哈。那這一次修法，我覺得在山坡地了哈，因為很多山坡地的這個面積要從15公頃現在降到5公頃就要環評，我覺得對山坡地的保護也是很重要了。好，那基本上還是要強調說，環境部的那個步調太慢了哈。那光電的發展已經造成
很多民怨了哈，所以我們也希望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都要重視，然後後續如果有真的不合理的地方，大家再繼續努力。謝謝。好，感謝委員，上後尾全政府理事長就來講者，來。我相信，阮是希望和環保團體好啊溝通啦吼。就頭前有一寡錯誤的見解，我愛甲大家講啊，這台積電袂使佇國外要憑證來抵台灣啊。台灣伊愛體會台灣標檢局發的再生能源憑證，應該在抵，所以這點就是造成大家誤會。因為供需促定，阮是絕對100%贊成做愈緊，甚至新的做、舊的做，阮攏贊成，因為阮台嘛這個產業在做，但是這是無夠的，大家要認定，大家若要用。包括台積電，即台灣的護國神山老咧，咱可能就愛去拍拼哦。地面上即個修法，唔是迄個環保法啦吼。即馬較嚴重的是這觀光發展條例，這雲嘉南加納無做，因為地面型咱即馬都無開放啊，加等成像這些做，可能造成咱光電地面型絕對大潰敗。啊，大潰敗，台積電要無台電，咱要去面對，大家要共同來思考。啊，歹勢，現在5個人。